来继续来看新北市淡水的丰吉先天宫建宫10周年的平安吊景的庆典，昨日7月30，规工的活动拢真热烈。虽然主办单位有来申请着路权，但是在吊景的过程当中，有民众乱弹粪扫，甚至路边随地都来放尿，搁伫咧轻铁路的边仔来放烟火，互当地民众大大来批评，讲拢无咧顾公共安全。新北市环保局已经罚款6万块，出动清洁队的费用，嘛会叫主办单位爱出一条。五彩十色的烟火将新北市淡水暗暝照甲光光光。要搁放烟火时阵，轻电车多好经过。附近的住户就是惊去互烟火火势喷到，赶紧通过。现场真侪人，要搁较侪是黑白两个机车。轻电车是愈来愈晚，要搁所有未少的骑士根本无要插指挥人员，嘛是照常骑过轻电车的轨道，完全无要顾其他民众的安全。丰吉县员宫建宫10周年的游景，7月30规工的活动，虽然有事先向市府申请路权，要搁当天无论是游景的规模，也是参加的人数，拢含申请的资料是差真多。宫庙原本估计500人，要搁全程监控了后，才发现人数是一直咧增加，超出估计。暗时更加来到高峰，现场超过3000人，场面是真混乱。虽然活动照规定伫暗时10点进前结束，但阁庙方派无够人去收尾摒扫，造成现场10个地点街路上拢是粪扫，也阁有抛外火势无及时来清理。淡水区清洁队伫活动了后，动员超过30个人进行清理，后续嘛依法要求赔偿作为摒扫的费用。我们连续2日在这个淡水沙仑路跟所谓滨海路的部分，共发现有10处的这个脏乱有违反环境卫生的问题，好，那我们依这个非刑法部分来告发，那总计可以裁罚达到6万元。若放炮外的问题，新北市消防局已经向警方来调相关的监视器，也有闭路器的画面，同时嘛请公庙的负责人来做笔录，违反炮外烟火施放的管制，上当会当罚15万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